这间看起来无啥同款呢。我来看卖好啊。这到底是什么店？这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恁这是什么店哈？我看那个有这卡邦啊。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，对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忠贞新村是。盖给我们这个第一次撤回台湾的异域孤军的眷属住的地方。啊，对，那我们的这个爸爸们在打这个金三角打游击打了很多年嘛，然后呢就跟着爸爸们回到台湾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这边。恁拢是算无同款的民族？是，我是傈僳族。那有一些姐姐们对来自景颇族的啊，对，是，对，特别的呢，对，很特别，对。啊，所以看恁穿的衫拢。对，少数民族都以黑为美，所以男生帅哥我们都叫阿黑哥。阿黑哥吗？哎呦，今天我嘛有算有这个意思，你看我写我阿黑哥。那你要跟我们办一次少数民族吗？可以哦，有赢的哦，对，可以哦。然后我帮你试一下，打扮一下，来，这个在少数民族村落是很受欢迎的体格。真的吗？是。这是好人换的哦。背包。哦，当然咯。对，背包先拿下来穿一下。这是傈僳族诶，傈僳对，好，戴一顶帽子才够气势。安尼吗？瞬间变少数民族。哎，我使照镜看嘛。哦，会使，跨一个。我告诉你，引导我，这边都是我们在地的姐姐们手工缝的。这是手工做的，全部手工缝。像我们这种以前的瑶族，对，这个瑶族的啊。可以看到，这个都是手工绣的东西，全部拼布缝出来的。对，啊，像这一年做偌久啊？哎，有的人少数民族一辈子只做2件衣服，一件就是我的嫁衣，另外一个就自己死掉的时候，结婚嘛，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要穿得很华丽。所以呢，自己的寿衣也要自己把它做好。哎，要不要穿一下看看？这个吗？这个应该不用，对，叠穿就可以，我们就豪迈一点，对。哎，但是这是这么查甫的吗？这个是男生的，是不是？豪华大礼服。对啊，我就惊一下，我就好奇的，捌穿过呢。哦，跟我头拄完全伊摆是完全无同款完全不一样，对。啊，这衫会使就我加穿一下。哦，对，会使。来忠贞新村，你这样穿都很正常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平常也都这样穿着拍拍照。不过你讲忠贞新村啊，但是我一路行来就敢若菜市啊啦，卖物件，看就一国家的物件啦，是啊，食的嘛袂少啦。眷村啊，一部分改建了，对，但是一部分还有保留，还是我带你去去看看。哎，好啊，那也唔好。走出来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忠贞新村的原来的一部分了。那这边的保留呢，就保留了一些我们以前比较重要的场所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忠贞新村最老的一个基督教的教堂。是不过那是留这个教堂啊，其他的厝咧。有我们这里的幼稚园改成我们现在的异域故事馆。啊，第一代啊？这个在旁边，对。然后这个故事馆呢，就是讲我们异域孤军在金三角前后有30年的时间的一个故事。对。啊，这里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圣德幼稚园，现在改成了异域故事馆。对。这是幼稚园。对，原来的幼稚园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忠贞新村大部分的孩子都在这边毕业。在眷村改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真正的政府盖的眷村已经改建成大楼了。这些房子是我们自己的产权。经过了很多的协调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边的房子呢留下来，然后土地呢就跟国家这边来租这样子。改建之后呢，这个园长我们大家田妈妈，她从很年轻就在这边当幼稚园老师呢，我们就常常来跟他讲我们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理念。后来呢，田妈妈也很受感动，所以呢，最后他就把房子让给我们了，这样子。哇！这个呢是我们故事馆正式的第一厅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叫它乱，对，乱，对，啊。在修整，对，墙上的这些枪支呢，全都是木质的枪声。你觉得这里面哪一个武器杀伤力最强？应该是那把那炮啊，一击就在打死很多人的。那个是你没有经过打仗，
像我经过打仗的人呢，我最怕的是刺刀。当你看到刺刀的时候，就表示敌人就在你前面。你有看过人敌头前？有。那你知道我在金三角到13岁嘛？在金三角枪声响起，随时要逃难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生活。对，所以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敌人很靠近，然后反光的刺刀，远远都用枪打死你，可能没有感觉，但是你用刺刀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就算你赢了，你的心里面的这个受伤也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结痂。好，这就是人家说的战争症候群。恁爸爸嘛是？我父亲就从云南直接打出来了，最后也是过世在金三角，所以他现在还葬在金三角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也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个草鞋你可以看得到啊，军官都可以穿布鞋，阿兵哥就只有草鞋。这一边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的文件，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常讲是一群被遗忘的人，也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。有了这些文件，就真的证明我们是中华民国真正在金三角成立的一个正规的部队。介绍一下我父亲。你讲这位吗？这位腿比较长的这个，对，然后有这边以前那个在金三角很多这种毒枭啊，暗杀的，对，暗杀的器具，对，去杀那个重要的首领。你要把那个兵都杀死有点难，但是你把那个首领干掉的话，那个兵都刷亏啊！让你来体验一下这个金三角的兵的这个辛苦啊！把你的帅帽子拿下来。我们第一个要钢盔，在金三角不是每个人都有，这个是稀有稀有的这个。好，哎呦呀，重嘛。然后呢，在金三角你要吃的饭。米粮食，你要自己带，一定要自己背，对，没有人帮你背，对，所以你要自己背。哦，重对不对？机枪手啊，要背自己的弹链。这确定不是要搞我比吼？这个没有，来，你用这样子背比较轻松，对，好，来发射一下看看，对，你可以蹲下来，对。哎呦，好，瞄准。真的假啦？对，瞄准，扫射。这好声呢。你那想要做这样？那来这边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体验一下，其实打仗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轻松。很多的这些枪支武器呀，很多人都说怎么那么重？对，枪就是这么重，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摸过，跟战争稍微拉近一点，才有忧患意识，才知道和平的可贵。